咁事不宜遲，我哋有請今日第一位分享嘅企業，咁係來自華懋集團嘅企業，咁佢上屆就得到機構大獎啦，可持續發展機構嘅金獎，項目獎項目標4優質教育，咁而佢嘅項目名稱係怡心園嘅。咁事不宜遲，我哋有請華懋集團嘅 ESG 經理胡家榮先生，有請。好，各位大家好啦，今日好開心受到 Greencastle 邀請啦，令到我哋今日可以做呢個 sharing，亦都好多謝亦都好多謝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香港成就獎嘅評審對我哋肯定啦，都獲頒咗幾個大嘅獎項，分別係啱啱司儀都講到啦，一個嘅 Grand Award 啦，另外我哋怡心園同埋怡心上個項目都分別攞到一個項目獎。咁呢份認可咧，對於我哋團隊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嚟嘅。咁我相信大家咧，對於華懋集團其實都唔陌生啦。咁我哋業務其實涵蓋咗住宅啦、商業啦同埋物業投資。咁同一時間，我哋都有自己嘅酒店品牌怡心酒店啦，同埋我哋最近都完成咗一個對松陵護老集團嘅收購嘅。咁雖然啦，我哋唔係上市公司啦，咁但係我哋一直都好認真去做 ESG 同埋可持續發展啦。咁我哋希望實踐到我哋嘅 brand promise，creating places with heart，即係話用更加關心社會、更尊重環境同埋更加能夠回應未來嘅方式去打造我哋嘅社區，去經營我哋業務。咁所以我哋一直用嘅標準啦，係同上市公司甚至更高嘅標準而去實踐嘅。咁 before 我講多啲關於我哋嘅可持續發展之前咧，我都想播條短片嘅。其實呢條短片咧都濃縮咗我哋近幾年嘅啲 sustainability 嘅 milestone啦，包括我哋有一個 syndicated loan 啦，用咗 MIC 技術啦，甚至係我哋一個長遠嘅減碳目標。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世界不斷變啦，譬如我哋面對住氣候危機、供應鏈嘅影響，甚至我哋社會嘅期望都令到我哋不斷要進化。咁所以我哋都近年更新咗我哋嘅一啲sustainability focus 啦，包括有4大方面嘅。第一方面就係我哋要用更可持續嘅方式去設計啦、去營運同埋管理我哋嘅業務啦。另一方面就係建立一個更加有凝聚力嘅社區。咁第三方面就係要裝備好我哋嘅同事去應對呢一個變化。第四就係要同唔同嘅夥伴同埋業界一齊合作啦，令到我哋可以創造個更加長遠嘅價值。咁配合翻創新科技啦，同埋 ESG 嘅管治，令到我哋可以做得到經營得好，同時都要做得有意義嘅。咁有好嘅願景，其實就唔代表會自然會成功嘅，所以都好靠我哋管理層嘅支持啦。咁因為如果冇管理層嘅帶領咧，其實好多願景都係可能留喺紙上面嘅啫。咁喺華懋我哋可持續發展咧，並唔係話由邊一個部門去負責嘅，而係喺我哋董事局之下咧，成立咗一個 ESG 嘅督導委員會啦，由 CEO 親自帶領啦。同一時間喺下邊亦都有唔同嘅 subcommittee working group 啦，一齊去推動，並且有資源，令到我哋更加可以容易去落實唔同嘅方案啦。咁所以呢個由上而下嘅架構都令到我哋喺 ESG 方面有一個好好嘅基礎。咁但係咧，淨係靠上層嘅帶領都唔夠嘅，因為咧要令到可持續發展真正嘅落地啦，係要靠每一位同事啦，每個崗位佢哋每日做嘅決定，先至係幫我哋實踐到我哋想達到嘅目的嘅。咁所以我哋都提供咗一系列嘅培訓啦、活動啦，令到同事更加知道我哋公司嘅一啲目標嚟緊嘅方向，同埋社會其實而家睇緊啲乜嘢啦。咁令到佢哋喺策劃啦、設計啦、營運方面咧，以至係前線服務都更加容易融合到可持續發展嘅。好啦，既然有咗制度啦，有咗文化，有同事，咁下一步更加要有嘅就係個清晰嘅目標。其實我哋已經訂立咗一個比較長遠嘅減碳目標啦，CCG 3050+，即係話我哋喺2030年之前要將我哋碳排放強度咧，係比較起2020年要減少51.8%。咁我哋目前嘅進度都非常之理想啦。喺2025年，其實我哋都減咗差唔多40% 嘅啦。咁嚟緊，我哋都會繼續投資1.8億嘅港幣啦，喺有30個嘅節能減排項目，令到我哋咧喺2030年之前咧係可以達到呢個目標嘅。咁而作為發展商啦，綠色建築對我哋嚟講絕對唔係一個 bonus 啦，而係一個 baseline 啦，基本要求。咁所以我哋都有訂立咗自己一套嘅可持續設計同埋採購指引啦，即係話由選址規劃啦、建築材料嘅 embodied carbon 啦，甚至係一個供應商嘅可持續發展表現咧，都係有標準有要求嘅，咁樣先可以確保得到我哋新嘅建築物或者新嘅項目都係可以對環境同埋對社會有正面嘅影響。咁甚至咧，我哋要求我哋新嘅項目啦，同埋一啲重大嘅翻新項目都要達到相應嘅綠色
標準嘅目標啦，包括係 WELL 啦、BEAM 啦同埋LEED 等等，我哋都要攞得到最少第二個級別以上嘅。咁而家進度我哋都做得非常之出色啦，包括喺新嘅項目裏邊，我哋100%都係攞得到相關認證。而家現有建築97.5%都攞得到相關認證。咁我哋都會繼續努力啦，希望攞到兩個嘅100%。咁而真正嘅可持續真正嘅可持續建築咧，唔單止係講求我哋攞咗啲咩認證嘅，更加要講求我哋喺起個嘅過程之中，可唔可以更加乾淨、更加係高效咧？因為其實傳統嘅地盤咧，往往都係比較高污染啦，粉塵比較多啦，噪音比較大啦，而且工序亦都比較危險嘅。咁所以我哋華懋喺近幾年對於點樣起樓呢件事都做咗幾個重大嘅改變同埋嘗試啦。第一啦，就係譬如喺香港嘅私人發展項目裏邊，我哋第一個將MiC 技術引入嘅。咁簡單啲嚟講，就好似砌積木咁樣啦。咁喺工地以外咧，我哋已經預先製造好單位，將成個單位模組化啦。咁然之後再去到地盤度快速裝嵌啦。另外，我哋喺銅鑼灣嘅 Joy Factory 項目都廣泛應用咗 MIMEP 啦，組裝機電嘅技術啦，即係話一啲喉管啦，同埋電線等等都係可以預製化啦、模組化，令到成個工序更加可以快啲。咁個好處係好直接嘅，咁因為可以減少咗現場嘅一啲切割啦、打磨啦、拆改啦，令到嗰個廢料咧自然會產生得少啲啦。另外好多嘅高空工作同埋危險工序都減少咗，令到工友嘅安全得到保障啦。第三就係因為工期縮短咗啦，令到啲運輸同埋現場嘅工序減少咗，直接都影響咗碳排放嘅減少嘅。咁特別喺香港呢個樓貼樓人貼人嘅城市啦，咁呢啲嘅建造模式咧，唔單止係簡單嘅改變，亦都係推動咗成個行業有一個嘅進步啦。咁當然我哋喺引入呢啲技術當中，作為 pioneer 一定係遇到困難嘅，咁包括喺供應鏈嘅配合啦、審批過程啦，但係都好多謝我哋團隊同埋政府配合，令到咧最尾我哋都可以成功嘅。甚至咧市場嘅反應都比我哋預期好嘅，特別係我哋嘅 Echo House 啦，亦即係啱啱所講嘅第一個住宅項目用 MiC 啦，其實係第一日咧已經賣晒啦。咁所以證明咧市場對於我哋呢啲創新技術咧都非常之有信心。咁喺嚟緊嘅東涌住宅項目裏邊咧，我哋都會廣泛應用 MiC 啦，就涉及2000個嘅單位嘅。咁我哋都希望我哋繼續用呢啲嘅方式啦，令到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至於另一方面啦，其實喺成個嘅 building life cycle 嚟講，其實喺營運過程之中一定係佔得最多碳排放嘅。咁營運階段包括我哋用得最多嘅冷氣系統啦。咁所以除咗施工嘅方法，我哋喺系統層面都做咗好多嘅改善，包括我哋係第一個發展商啦，將零碳供冷項目引入去我哋嘅 Lina Tower 裏邊嘅。咁成個機組咧本身已經可以幫我哋慳到40%嘅用電啦。咁配合翻可再生能源嘅供應啦，同埋抵消啦，令我哋可以實踐到零碳排放嘅。咁加上人工智能同埋實時嘅監測啦，令到成個系統嘅效能可以進一步提升。咁而喺24、25年，其實呢個系統已經幫我哋慳咗超過16億瓦時嘅電力啦，減少咗6000噸嘅碳排放，即係等於香港440個家庭1年嘅碳排放嘅。咁所以都希望透過呢啲嘅示範，令到大家都可以即係一齊用更加唔同嘅方法去實踐智能減排啦。好啦，頭先都講咗好多唔同嘅技術啦，咁但係技術只係一個引擎啦，背後其實都要去靠資金先可以推動得到嘅。咁所以我哋都用咗2個方式去喺我哋嘅融資方面做一啲努力啦，包括係透過可持續融資啦，同埋可持續投資嘅。咁先講投資啦，其實我哋喺2024年已經更新咗我哋嘅可持續金融框架啦，亦都係香港第一個框架係 Align Hong Kong Taxonomy 同埋 Common Ground Taxonomy， 亦都有第三方認證。咁意思即係咩咧？無論係銀行啦、投資者或者 verifier 都可以好清楚咁了解到，其實我哋借嘅錢、投嘅資源係有啲咩成效啦，對社會有咩幫助啦。咁而喺框架之下，我哋都完成咗香港全亞洲首筆3重主題嘅銀聯貸款啦，包括咗 Green 啦、Social 同埋 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 嘅。咁換句話講，其實呢筆貸款唔單止係支持到個別項目啦，亦都係幫助到我哋可以達成我哋嘅可持續發展嘅一個目標啦。咁而另一方面喺可持續投資啦。咁我哋有我哋嘅 ESG 投資指引啦，即係對於所有嘅併購項目咧，我哋都會做一個 ESG 嘅 due diligence。呢個步驟好關鍵嘅，因為我哋買一個物業翻嚟嘅時候咧，其實唔單止會買咗佢嚟緊嘅收入啦，同埋面積啦，其實一啲嘅問題，包括係可能當中涉及嘅一啲升級成本啦、合規嘅風險啦，同埋
之後嘅一啲碳嘅負債咧，都會喺我哋嘅考慮入邊嘅。咁點解我哋會睇呢樣嘢咧？因為我哋都要確保我哋買翻嚟嘅資產啦嘅能源嘅 performance 係比較好，甚至係唔會影響到我哋嘅長遠減碳目標嘅。咁最後目的咧係避免咗啲風險啦，同埋可以確保我哋可以完成到達成得到我哋嘅 CCG 3050加嘅目標嘅。好啦，喺環保咧，其實投資我哋睇環境同埋社會方面咧，我哋都更加希望實踐得到一個嘅 share value 嘅。咁我哋見得到其實香港嘅人口老化嘅問題越嚟越嚴重啦。咁長者照顧嘅需求亦都不斷提升啦。咁所以咧，我哋喺2023年都完成咗同埋私有化咗一個本地嘅安老品牌松齡啦。咁收購嘅目的好簡單嘅，咁其實我哋都係希望俾到長者有一個優質啦、可以負擔啦，同埋一個具尊嚴嘅一個照顧服務啦。咁另外亦都希望發揮到我哋嘅企業經驗啦，去令到松齡嘅管理啦、流程同埋質素、人才培訓等等都可以進一步提升。咁第三啦，就係希望長遠支撐翻我哋銀髮經濟嘅需要啦。咁所以對我哋嚟講，呢個唔係一個好簡單嘅投資啦，而係一個實踐 business with purpose 嘅一個重要一步啦。希望唔單止要做得好，同時都要做得有意義嘅。好啦，除咗我哋自己做之外咧，我哋都要好靠我哋唔同嘅伙伴啦，先可以令到我哋嘅可持續發展嘅 journey 可以進一步嘅完成嘅。咁所以特別係啦，我哋係業主啦，咁所以我哋都同咗我哋嘅租戶有唔同嘅合作啦。咁譬如話，我哋有一個綠色租戶嘅參與計劃啦，希望透過個 app 啦，去更加有系統鼓勵到我哋嘅租戶一齊參與一啲嘅工作坊，一齊參與一啲綠色嘅活動，甚至咧分享翻佢哋嘅電費俾我哋。咁到目前為止，其實喺 Phase 2嘅計劃裏邊咧，我哋已經有超過120個租戶參加咗啦，都完成咗超過3400個嘅綠色任務。咁對於表現出色嘅租戶咧，其實係可以直接獲得管理費嘅減免啦。咁係一個雙贏嘅一個 program 嚟嘅。咁除咗同租戶協作之外啦，我哋近排都有一個跨界別嘅合作。最近我哋同 CityU 啦，同埋同恒生咧都有一個三方嘅協作關係，希望咧係共同應對低碳同埋銀髮經濟方面咧帶嚟嘅機遇有更好嘅應對啦。好，至於咧要完成到一個好嘅可持續發展嘅成果啦，唔單止係靠商業同埋企業嘅力量啦，更加係要全程參與嘅。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個 CCG Heart 如心想嘅會員計劃啦，希望透過手機 app 啦，可以凝聚到一班有心人一齊同我哋參與義工活動，一齊做一啲綠色行動啦，同埋回饋社會。咁個概念好簡單嘅，只要你肯參與咧，我哋就會俾翻啲積分你嘅啦。咁同一時間，我哋都同咗超過50間嘅 NGO 合作啦，提供咗12000個小時嘅義工機會，令到我哋嘅會員咧都可以揾得到適合佢哋嘅義工機會啦。咁而到目前為止，其實 CCG Heart 咧已經有超過30萬名嘅會員㗎啦。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平台啦，一步一步咁建立一個有心有力嘅社群，因為越多人一齊行咧，就令到我哋嘅改變咧唔再微小㗎啦。咁除咗 CCG Heart 嘅平台之外啦，我哋華懋都有另一個好大嘅CSR 嘅 project，就係我哋嘅愉心園啦 Lina Park 啦。咁其實呢個項目由開始，我哋已經同我哋嘅荃灣嘅社區、荃灣嘅居民去了解，其實佢哋對於公園嘅期望係乜嘢啦？希望打造一個真係啱佢哋需要嘅一個公共空間。咁 Lina Park 咧唔單止係個綠色建築嘅項目啦，同一時間亦都係一個Sustainability Hub 啦。因為我哋都會同唔同嘅機構合作，包括同大學做一個嘅pollination 嘅研究啦，希望將我哋揀嘅植物咧，可以同荃灣公園、海濱長廊更加融合到，令到個生態嘅系統就更加嘅健全啦。咁同一時間啦，園區裏邊有好多可再生能源嘅設施啦。咁同一時間我都會搞咗好多唔同嘅展覽同埋活動，咁提供一系列，譬如話由環保去到社區共融嘅體驗啦，令到唔同嘅年齡層都可以寓教於樂啦。嗰時間我哋都完成咗一個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啦，大家都可以見到個 result 都幾正面嘅，即係證明咗我哋其實呢一個嘅愉心園暫時都幾能夠滿足到社區嘅需要啦。咁今日都分享咗唔少我哋華懋喺近幾年嘅一啲成果同埋進展啦。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嘅，都可以睇我哋每年發布嘅可持續發展報告啦，入邊會更加清晰咁樣交代咗我哋嘅目標同埋我哋嘅策略同埋年度嘅成果。咁喺度嘅分享係咁多先，多謝大家。